嘿，精神兄弟，雙十一廠家真係好卷，啱啲嘅前減震，訂前減震送埋條3星俾你，卷到，而且個質量重要，好鬼死靚添。我很難搞。最近啊，大家為咗選前減震咧，多咗幾個選擇，而且呢一條前減震同埋呢個追擊者都係備受住大家嘅關注。咁呢一台車咧就我自己嘅，咁我嘅初衷咧就諗住裝一台車出嚟，俾各位車友去試一試。呢一兩條減震佢嘅效果去到邊度？但係首先講明，我就偏愛於佢，因為點解咁講呢？因為呢一隻前減震依家雙11佢係有活動，直情訂前減震係送埋佢嘅3星柱。咁點解我會鍾情於佢呢一隻前減震呢？因為佢有5檔可調，第一佢係有呢一個預載可調啦，上壓下壓啊各方面高速阻力佢全部都可以調，係真正做到咗5可調，咁而且呢一條減震咧，佢嘅各方面嘅一個個性化，佢都係做得好好。嗱，攝影師可以望一望，佢呢一條減震咧，可以選佢嘅第一孔距我係選咗400嘅，因為我人比較高，我選咗條400高嘅。跟住佢嘅底座顏色啊，同埋擋泥板支架，所有嘢全部都可以配。最重要係咩啊？彈簧都可以私人定制啊！你想要軟啲定硬啲，佢都可以接受定制。我睇啱佢呢一條前減震，仲有一個重點係咩咧？佢唔會話上邊個頭啊做翻個33芯，係成條43芯。咁我更加偏愛於佢，因為呢一隻減震咧，佢仲有一個優點喺度，佢可以裝雙輻射卡鉗，即係你可以裝2隻輻射裝上你嘅愛車，令到前面嘅剎車制動咧更加牢牢地控制於在你嘅手中。咁啊喺5、6月份嘅時候咧，我都喺三水嘅競技場係見過呢一條減震係有賽車手有3、4台車係直接用 RD 嘅減震直接落賽場賽車，而且攞咗相當好嘅一個名次。咁最後你哋睇下喺評論區話俾我聽，你哋係想我試下呢一條 RD 嘅減震，定係試呢一條追擊者性價比之王追擊者啊？咁評論區話俾我聽，呢期係咁啊，拜拜。